多么蓝，地多么绿，激动的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又迎来了1年1度的皇宫蹴鞠大赛。现在我们有请白队和绿队正式登场。我们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，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，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，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，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，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，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。裁判还没出去呢！别踢了，我不踢球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裁判被袭击了！混乱中，白队的赵王抢到了球，赵王把球传给了太子齐胜，不想半路杀出了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真是教坏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太子妃娘娘居然抢下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娘娘，娘娘！太子妃竟然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-1。赵王又投上球